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個今日同大家講一個故事。話說呢，有一個咖啡店嘅老闆，佢個咖啡店呢唔係好大嘅面積啫，而且個位置都唔係好熱鬧，所以個生意呢麻麻地。但佢每日7點開門，9點先收工嘅噃。有段時間呢，佢心裏邊好麻煩啊，覺得因為我咁努力，點解生意咁差嘅呢？咁直到有一日啦，佢去聽到一場講座，裏邊有一句說話，就係你現在嘅世界呢，係你過去種下嘅種子正在結果。佢聽咗就半信半疑，但係佢話我一定要試下。喺一日嘅早上，落緊雨嘅，有一位送外賣嘅人員呢，入到嚟，全身都濕晒噶啦，想買杯咖啡。但係搵聞身上邊唔夠錢噃，所以好尷尬，就準備離開。但係老闆忽然話：呢杯我請你啦，天氣唔好，你好辛苦啦。唔係因為佢有錢所以請人飲，而係呢一分鐘佢選擇種下一個體諒嘅種子。跟住呢幾個月呢，佢做咗幾件係好簡單好少嘅事情，好似有一位阿姨，佢時時去佢嗰度，但係呢唔係叫好多餐嘅啫，但係佢一樣好微笑咁同人哋招呼。另外佢喺門口呢擺咗張好大張嘅紙，寫住今天也要好好照顧自己。仲有喺佢鋪頭如果倒瀉咖啡嗰啲客人呢，佢一定話冇事冇事，你冇受傷就最緊要啦。佢其實冇期待任何回報㗎噃。佢只係每日都提醒自己，我要為被尊重、被支持嘅世界去種因。竟然半年後事情慢慢變，嗰位外賣員呢，成為佢嘅固定客人，仲將佢成間公司裏邊嗰啲同事介紹嚟買咖啡噃。另外嗰位阿姨呢，原來係一個社區團體嘅主辦人嚟嘅。所以而家開始每個星期喺嗰度買大量咖啡啦。更意外嘅呢，有位客人主動問佢：你有冇想過開分店啊？我可以投資㗎噃。老闆呢，坐喺個吧台後邊，佢忽然就想起嗰句說話。而家佢終於明白咗啦，佢唔係等生意好咗先至善待世界啊，而係佢要先去善待呢個世界，生意先至有機會變好㗎。種子個法則呢，唔係交換，係方向。種子係好少，少到只係可能一句說話、一個選擇或者一個念頭，但係果實係好大嘅，大到會變成你嘅人際、你嘅金錢、你嘅人生風景㗎。你唔需要完美，只需要每日問自己一句：我今日想為呢個世界種下一個乜嘢嘅種子呢？放心啦，世界記得好清楚㗎，佢從來都唔辜負任何一個真心嘅種子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每日都能夠種下一個好嘅種子，唔係淨係為自己，為所有呢個世界，咁你一定會有好嘅回報㗎。多謝你哋收聽。